大家好，正一及風水與命理。呢個八字有關一個小女孩出世於美國、日本讀書，想知道事業發展同埋感情生活。呢個女仔呢，出世於呢個丁丑年甲辰月己丑日庚午時。印比較旺啦，生旺，起呢個雙財嘅。咁啱流年睇到咧，月至年同埋大運係丁未時，丁未。見到咧，其實咧，如果有關感情方面咧，你明顯見到咧，丑未沖啦，沖呢個夫妻宮，又沖年支喎，係啦。丁雙又沖喎，丁庚又雙，即係嗰個印雙又互相沖啦。雖然見到咧，官係合於己，合己成化，官好啦，但係就官咧係呢個為之咧就變成咧官商混雜啊，所以個感情方面咧就真係不太理想啦，係啊，所以咧見到咧煞又嚟啦，煞又同呢個相合喎，雖然話不化，你見到咧都係擾亂嗰個感情方面嘅，係啦，有合有暗合各方面嘅存在啊，所以咧嗰個內心嘅鬥爭啊，感情嘅方面咧就同男方咧就係互相都係有一種爭拗啊、爭吵啊各方面嘅，即係感情方面咧真係唔係好穩定啊。所以咧呢位女士咧真係要注意啦。講真，你聰明嘅讀書係啊，因為有雙喺度嘅，咁好可惜嘅。如果你話問感情咧，真係就麻麻啦呢樣嘢，係啦。咁其實你可以睇翻轉頭咧，如果喺事業發展咧，咁你依家咧又見到啦，丁未大運，丑未沖，哇，浮動不定喎，唔係好事喎。丁丑未又係忌神生旺咧，印比為忌神，所以咧事業咧都係發展唔好嘅，係啊。所以咧上下即夾沖啊，所以咧喺事業發展同埋呢個感情生活咧都不太理想嘅。其實咧建議方面咧就喺感情啦，同男方咧互相包容下啦。係啦，先會大家感情會發展得好先，因為始終你係官商都係喺上邊啊，天干啊，所以咧干擾個人個心個諗法，就會影響到各說話啦，互相傷到大家個感情嘅，係啊，所以建議就留意呢方面。應唔應該留喺日本發展咧？其實應該可以嘅，睇翻你嗰個起財啊水啊，因為日本咧都係一個比較東邊嘅近海嘅地方啦。應該呢度會都幫到你財會升官啊嘛，所以咧係值得喺日本可能揾到你嘅理想嘅男仔啦，同埋對你事業發展都好嘅，係啦。但係咧你呢個運啊啱啱開始咋嚇，所以咧都好辛苦喺事業方面啊，感情方面咧雖然多姿多彩啊，但係咧難免咧暗自流淚啊，傷心啊，係啊。你睇到大運啦，去到丙午啦，丁未咧又係大運喎，伏吟喎，大運同流年伏吟喎，所以咧雙重打擊咧，咁你唔需要擔心嘅，咁你真係要堅持咯，知道自己條路點行咯，不需放棄啊，係啊。所以雖然有上落，堅持落去都係有好嘅一面嘅，咁專心發展事業咯，係啊，感情方面都係有波動，其實兩邊都有波動噶啦，係啊。其實都係以靜制動啦，就唔好諗咁多啦。如果係讀書就繼續讀好啲書先啦，係咯，
其他嘢冇諗住咯。如果想喺發展咧，喺水方面嘅行業發展有利於你喺事業嘅穩定。係啊，因為水咧都係可能水嚟生木官啊，即係印啊，係啊，即係財生官啊，咁係可以保護到你個官啊。因為咧，你見你咧印比咧好強㗎，所以咧會可能傷到個官同埋財啊，所以比劫破財啊，所以咧呢方面真係要小心翻咯，係要注意翻呢方面咯。係啊，係辛苦㗎啦，係啊，所以要自己學。女仔嚟講嘅更加要學點樣堅強保護自己啊，係啊，所以講住咁多先啦，多謝各位收睇啦，有意見或者想知道自己可以留言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